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第一集嘅解密心理場。今集咧，我想問你哋一條問題，好簡單嘅啫。咁你信唔信拍拖可以改變你哋一生呢？我講嘅唔係即係風花雪月嗰啲咩浪漫劇情啊，而係真真正正喺心理學角度揀啱一個人可以改變你一生嘅軌跡嘅心理狀態，甚至乎係成就高低。你以為我好誇張啊？唔好意思啦，就連股神巴菲特都話，人生最抵賺嘅投資咧，唔係股票，而係揀啱你嘅伴侶啊！喺2025年初，94歲嘅巴菲特咧就做咗佢退休前最後一場股東大會嘅演講。大家原本以為佢會講係 AI 啦、金融啦、未來經濟啦，但係佢一開口就話：我人生最大嘅回報就係來自一個決定，就係娶咗邊個人。佢話佢老婆俾咗佢一個穩定嘅後方、情緒嘅支援、價值觀嘅提醒，令佢喺事業低潮時期咧唔至於迷失，喺高潮時咧亦都唔會飄飄然。聽到呢句，你未必係股神，但係你一定知道你身邊嗰個人真係可以影響你一生㗎。心理學界對理想伴侶其實有好多研究㗎。總結落嚟有3個特質啦。幾乎都係黃金嘅準則嚟嘅。第一個特質就係情緒安全感啦。咩叫情緒安全感呢？就係喺對方面前，你唔使扮堅強啦，唔使收起情緒啦，唔使怕講錯嘢啦。你可以試想像一個畫面，你啱啱放工翻嚟好攰，一句嘢都唔想講，翻到屋企對方冇問你冇煩你，淨係喺客廳留咗盞燈，台上面放咗你最中意飲嗰罐汽水。呢啲就係我喺度啊，你唔講我都知嘅安全感啦。心理學家蘇珊約翰遜就有句好經典嘅說話：成年人最深層嘅恐懼唔係孤單，而係冇人理解啊！你試諗下啦，過去一段關係入邊，你有冇試過想講自己唔開心，但對方轉頭話你煩唔煩啊？或者喺你最低落嘅時候，對方好似完全感受唔到你嗰種情緒。呢啲唔係你太敏感，係你冇遇到一個有情緒承載力嘅人。第二個特質，溫暖同善意。記住一句說話，唔好揀一個只係對你好嘅人，要揀一個對人都好、骨子裏都係善良嘅人。高特曼博士做咗40年親密關係嘅研究，佢發現幸福長久嘅伴侶有一個共通點，佢哋會善用善意對待對方嘅脆弱，而唔係用批評。即係對方唔會諷刺你唔夠叻啦，唔會喺你失敗嘅時候早就話咗你噶啦。相反，佢句話雖然唔似預期，但係我支持你。善意唔係講出嚟嘅，而係細節做出嚟嘅。高特曼形容善意係情感賬戶入面嘅存款。當一段關係有足夠嘅善意，點鬧交都鬧唔甩啊！好啦，去到第3個特質啦，就係情緒嘅修復能力。冇人唔會嬲嘅，冇情侶係唔會鬧交嘅。咁重點係鬧唔鬧，而係鬧完之後有冇人肯主動翻轉頭呢？心理學叫呢一種能力叫做修復常識。唔係要你卑微求和，而係要你有智慧咁去讓個關係有一個出口。俾個例子大家，有位女士講過啦，佢同老公嗰晚大鬧一場，然後老公就轉身閂門就走人。佢冷靜落嚟之後冇繼續鬧，反而就 send 咗個 message 俾老公，佢話：我哋唔好攞今晚嘅情緒嚟懲罰明日嘅愛，好唔好？結果我老公喺10分鐘之後就翻咗嚟，攬住佢話：我唔想錯過你。好啦，講到呢度，咁你可能問啦，如果我已經遇到呢個特質嘅人，咁我應該點做？好簡單，2個字，珍惜啦。唔好覺得佢溫柔係應該嘅，
唔好覺得佢理解你係理所當然嘅。嗱，每一段穩定健康嘅感情咧，都係兩個人一齊修出嚟嘅。好啦，咁如果你仲未遇到，咁點算呢？嗱，咁你可以做兩樣嘢嘅。一，提升自己嘅情緒承載力，睇清楚自己對伴侶嘅期待係咪太理想化啦。嗱，想要揾個好人啦，你首先要成為一個能愛、懂愛同埋值得愛嘅人。咁啊，最後總結啦，真正值得你珍惜嘅人咧，未必識得講咩甜言蜜語啦，但一定係嗰個接得住你崩潰，唔怕你負面，唔計較輸贏，而係堅持同你一齊撐落去嘅人。嗱，今日聽完，覺得你自己屬於邊一類呢？留言話我知，你心入邊最重視邊一個特質？安全感、善意、修復能力。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記得訂閱解密心理場。我哋下一集會再拆解更多心理學入邊嘅真相。我係 Tommy， 記得春風得意要有人陪，寒夜漫長唔好自己走。我哋下集見，拜拜。